三甲的祈祷，向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通伫5月份的第一主日是青年主日，会当互阮用着活力、气力来赞美上帝，来归荣光伫上帝。愿主来赐福保守，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特别是阮的青年朋友，会当伫上帝的赐福中间，心心灵通勇行，互因会当晓得认捌上帝是真好的代志。因为阮嘛确信，通过认捌上帝，来互阮的性命更较侪甘甜。愿主你来引带，嘛看顾遮的青年朋友，无论因的婚姻、因的工作、因的学业，或者是因的人际，拢得到上帝你的保守。但愿将今仔日个礼拜摆咧伫主你的手中，嘛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来成做阮的准情。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伫5月份的第一主日，会当伫总会所规划的青年主日中间，来看见着遮的青年朋友伫咱的中间来服侍，来带咱做敬拜。无需邀请咱来甲咱的青年朋友，咱用普发声来甲因感谢，嘛甲因肯定。我想，青年伫教会，毋是咱互伊机会。我想这个观念，咱一定要改。青年会当伫教会服侍，是因为因是咱的一份子。所以青年参与伫教会的服侍，是互咱会当伫教会的事工内底，无论是相年，无论是妇女，或者是主日学，包括今仔日的青年大专，拢会当伫事工的对象内底，甲咱提醒，伫上帝的目睭内，时大时小拢同款要紧。特别伫咱的教会进入到伫传承世代交替的过程内底，咱通过青年组织，互青年伫即中间的服侍，会当引带因来认捌信仰的要紧，特别伫多元时代的价值观内底。我想伫今仔日要通过2位的圣经节，伫青年组织的中间来做伙分享，嘛做伙来勉励。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第一位记载伫箴言第1章的第7节，第二位的圣经记载伫约翰一书的第2章14节。我要邀请咱犹原拍开咱的圣经，咱做伙来认捌，嘛做伙来通过圣经加做咱的帮助。首先，咱通过旧约箴言第1章的第7节，咱也显着咱做伙倒来读一遍。箴言第1章的第7节，无论你是看台语还是华语的圣经，咱显着咱做伙倒读一遍。3来，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根本，愚妄的人藐视智慧甲教示。我想伫箴言的这部册内底，真侪遮的文字，真侪遮的记载，拢甲咱讲起着有关敬畏上帝的一个要紧。对着圣经的作者来讲，真强调对上帝的敬畏，因为这是一个信仰的态度。啥物叫做敬畏？伫圣经的内底，特别伫旧约，会当发现讲，人因为发现上帝的敬畏是认捌上帝的专能，所以当咱认捌上帝的时，咱的信仰也伫这中间渐渐开始建立起来。透过对上帝的敬畏，嘛开始带动人对上帝专心的倚靠。所以当咱咧讲敬畏上帝，这个真要紧的信仰观念的中间，嘛是来提醒咱，敬畏上帝会当得到智慧，代表人伫认捌上帝的生活内底，会当亲像上帝对咱的要求，会当活出光明，活出正义，
甲仁爱。特别伫箴言的这部册的中间，我想若咱在座的兄弟姊妹，平素是伫查经还是读经的内底，拢真清楚。箴言其实是对少年人咧讲的这个内容。真要紧的就是通过老师的教导来提醒甲教育，互青年人会当因为这个信仰来得到智慧基本的条件。特别，咱爱清楚知影讲，青年伫因成长的过程内底，因的心面对着一切的人或者是事物，有真大的开放。所以，伫这个过程的中间，当青年的心一旦对做代志有真大开放的时，因的好奇心就会开始成做因要进入社会前迄款思想的定型。所以伫箴言4章23节，甲咱提醒讲，求上帝保守咱的心，赢过一切。就是望讲，互青年会当伫信仰的教导内底，来清楚知影讲，当咱入世的生活拄着挑战、拄着困难的时，要怎样来去面对甲克服？换一句话讲，咱若假使讲要叫青年做啥物代志，或者是讲要指示青年应该爱做啥物款的事，确实，咱伫这中间往往是忽略，互因了解做这的事背后的意义是啥款。咱真侪时阵拢会落入一个真传统，或者是讲真威权的观念内底，拢认为讲，今仔日我交代互青年的代志，青年拢爱照做。青年若无照做，安尼就是无乖。咱真容易陷入伫即款有乖无乖、有听话无听话即款的态度内底。也因为安尼，普遍伫社会的价值观来界定讲，即个青年的发展是有听话甲无听话，用安尼来去做区分。但是伫即款的价值观内底，伫教会咧面对着青年，包括咧规划青年的事工的前提，真侪时阵咱会落入即款的思想内中间，总是教会的青年应该爱搁较听话，安尼上帝会搁较舒服。这拢是咱伫传统上对着青年的期待甲看法。大人讲的，囡仔爱听。所以，咱台湾话有一句话讲：囡仔人有耳就安那，无喙。所以，咱真侪时阵拢望讲，这个青年唔通应喙应舌，唔通无照我的意思来行。所以也因为安尼，拢造成教会这青年甲长辈真侪纠纷。真侪时阵，咱拢会去面对着讲啊，伫第一场礼拜还是联合礼拜的时阵，青年伫遮唱歌，咱拢会感觉讲哪会安尼？总是咱换一个角度来思考的时阵，咱会当看见着讲，当咱的心来开放，来这个青年学习的时，嘛表示讲，伫咱的生活，伫咱的信仰来得到进步。真侪时阵，青年因为伫大人的要求甲期待的中间来失去活力，失去创意，嘛失去参与。所以真侪时阵，咱对青年的期待，拢真期待讲啊，因得爱来教会做礼拜，因得爱来教会读圣经，因得爱来教会祈祷。这要求拢无毋对，但是咱爱倒来到伫这要求后壁的本质去思考。当咱要求因来做礼拜，要求因来读圣经，要求因来祈祷的上时，究竟是因为什么款的理由，互因知影讲这个信仰甲因有关系？真侪时阵用要求、命令这款的方式，会造成青年伫教会内底有真侪时阵。唔知影这个信仰甲伊的关联是啥物？
为什么我要信耶稣基督？我相信伫咱主日学或者是伫青少课，往往拢有类似这款的主题。你为什么要来教会？咱遮的少年朋友，或者是遮的主日学的学生，拢真单纯、真天真，拢会讲，因为爸爸妈妈带我来，或者是因为我从细汉伫这间教会大汉。但是咱真少听起着讲，到底这个信仰和伊的关联，或者是讲为什么我遮尔注意耶稣基督？较早细汉的时阵，青年的时代，当每一次父亲节的时阵咧唱麦克阿瑟为着伊的囝祈祷的这首歌的时阵，其实有当时，迄当阵无明白。为什么麦克阿瑟伊为着囝祈祷的时，伊愿上帝，互伊的囝会当面对苦难、面对失败、面对挫折。当一直到大汉了后，才会当去明白讲，原来信仰毋是你有第几代，或者是讲因为爸爸妈妈带我来教会安尼来建立。信仰，特别是敬畏上帝这款的态度，是透过人生的经历来去形塑咱对上帝的认识。所以，咱要怎样甲咱的上帝来称作是因的上帝？这是咱的功课，嘛是咱伫教会内底爱互青年伫信仰的中间愿意来告别。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我信神这款的信仰的内容，所以咱讲敬畏上帝是知识的根本。愚妄的人藐视智慧甲教示，就是咱爱互咱的青年透过箴言第1章第7节的经文，做伙嘛向咱来学习，怎样会当互因去明白，伫因的生命内底如何伫日常生活来认识上帝。来经历上帝的快乐，所以伫新约今仔日的第2段圣经记载伫约翰一书2章的14节。约翰一书2章的14节，伊遮甲咱讲：老大，我捌写批予恁，因为恁捌迄个对起头就有的少年人啊。我捌写予恁，因为恁勇敢，也上帝的道理点伫恁，也恁已经较赢迄个歹。我想通过伫新约约翰一书第2章14节的这段经文内底，如果你手头若是摕华语的圣经也好，还是讲摕白话字的圣经，你会看起就讲14节有一个真关键的字叫做捌。认识，爱认识上帝，捌上帝。所以旧约伫敬畏上帝的原文，到伫新约的希腊文，安尼对照起来的时阵，其实敬畏上帝就是爱去捌上帝。透过安尼，伫约翰一书2章，咱今仔日无读到下遮的经文内底，其实有甲咱交代，敬畏上帝就是爱透过遵守上帝的话语。来伫咱的生活中间，互这个信仰来甲咱有产生关系。要落实伫生活，互这个信仰甲咱有关系，就是爱咱用实际的行动，通彼此相听。这个信息是咧鼓励咱少年朋友，毋通活伫黑暗的世界内底，毋通来教会，毋通掠做讲你有这个信仰。确实，伫你的日常生活中间，无才调将信仰甲行为来合作一体，然后军队一切俗世的代志，然后就离开上帝。所以约翰一书2章15、16、17节，就是咧甲咱讲，当人如果若毋捌上帝，最后就是对世界安尼就发展落去。各位兄弟姊妹，真侪时阵。咱拢认为讲圣经的提醒真落伍、真有限。真侪时阵，咱拢掠做讲圣经遮的内容是2000年前，或者的
教父所编辑的，所以对着咱现在来讲，只不过伊是一个基督教的经典之一。但是我相信，通过伫今仔日的经文，包括咱在座真侪遮的时代，安尼来去回顾伫咱的一生的中间，敬畏上帝就是智慧的根本。或者是讲，透过捌上帝，无得去听即个世间甲世间的物以及人的时阵，我相信这个信仰摕转来到伫咱的日常生活的时，咱会发现讲，其实伫咱现在的社会嘛，拄着类似的代志。因为伫即个俗世的生活中间，有太多的挑战来成做咱伫信仰中的困难。特别伫全世界，无论是美国、韩国的教会，拢发现到讲，这青年朋友因为伫时代的变化中间，信仰愈来愈被看轻，所被取代的是因为科学来成做真要紧的代志。当信仰甲科学面对地教来产生矛盾的时阵，最时阵咱拢毋茫讲信仰甲科学到底倒一个会当提出证据来证明的时，我就相信一个。我想这个问题，转来到伫咱家己本身的时阵，咱拢会得到真大的思考。当咱伫矛盾，到底现实要怎样去证明信仰，还是讲要证明科学的中间，咱要怎样来去面对？确实伫约翰一书来甲咱讲，要透过听来去克服，因为这个听是会当得到真大的考验来做证明。我想伫今仔日青年组织牧师真毋茫讲，咱会当转来到伫圣经内底去思考，嘛去明白。特别咱咧讲青年的事工，真侪时阵咱拢掠做讲，咱互青年有机会，咱拢认为讲互青年有舞台。有当时听到即种话，我感觉讲，伫即个后壁，其实咱永远都跳袂出大的面对水即款。如果我若无互你，你就无即款的机会会当服侍。但是牧师要邀请咱做伙用包容、用接纳的心来看待教会青年伫教会的服侍。因为当咱互教会青年会当向咱做伙服侍的时，嘛是互因会当做伙伫教会向咱参与，做伙来敬拜上帝。毋是讲咱互伊机会，或者是讲咱互伊啥物款的舞台。因是咱的一份子，因是咱的囝儿，因嘛是咱伫上帝的面前做伙宣告，来成做咱淡水教会的一份子。所以，当咱侪时阵，互咱的青年通过敬拜赞美来伫即中间来带咱敬拜上帝的时阵，其实对着咱来讲，拢是一个学习。但是真侪时阵，教会咧看待青年事工的中间，拢真习惯我叫你做，你就是爱做；或者是讲我分配落的代志，你就爱接。真侪时阵，咱拢会认为讲青年咧做代志，咱大人徛伫边仔指教甲评论，以教咱的青年受到限制，以教咱的教会无力甲面局。这款的问题扭过来伫社会的现象内底，牧师要甲咱大家讲，即摆青年已经毋是亲像古早共款，会当互咱掌握，因为即摆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当即摆每一个人拢有一支手机会当随时拍开翕相上网的时阵，代表讲伫即摆的社会内底。咱爱正式去思考，要怎样互青年朋友欢喜来到伫教会
做伙去思考，这个信仰甲因的关系是啥？教会唔通得停留伫对青年只有指教甲评论，是要引带因来思考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我想这对着咱来讲是一个真要紧的代志。这本册叫做《被禁止的事情》，是我来咱教会买的第一本册，《被禁止的事情》。这本册真趣味。当然，这本册内底咧讲的，拢是咧讲侪这爸仔囝，或者是讲母仔囝之间这种亲子关系的一个内容。但是这本册，互我得到真大的利益，就是当咱面对着人讲袂使的时阵，咱要怎样来去面对着侪人对咱的回应？这本册咧甲咱讲要人讲袂使是真痛苦，所以亲像牧师咧牧会，要甲会友讲不可以，真痛苦。所以伫这中间有真侪会友的期待甲要求，也因为安尼，往往会造成误会和扭曲。确实，这本册来甲咱提醒讲，每一次的不可以，是带咱倒来思考，伫这个思考的中间，来互咱清楚知影讲，伫咱的信仰内底，唔是因为不可以的受气的冲突，是伫不可以的内底，咱倒来伫信仰去思考，人物上帝迄个内容的理解是啥？这个信仰，当咱面对着不可以的时，咱的思考、咱的思想，要倒来伫信仰来，互咱知影讲，咱伫日常生活的代志，或者是伫教会的代志内底，究竟耶稣伊会教导咱怎样去做？我想伫咱真侪遮的时代，应该拢捌读过这个文章，因为这是日本人生活的哲学。日本人生活的哲学讲安怎呢？讲10岁到20岁，要锻炼体力，要锻炼体力。然后呢，20岁到30岁吼，要加甲人冤家。然后30到40就开始学习怎样甲人会当和睦斗阵。我感觉日本人这个哲学生活的哲学真趣味。20岁到30岁要加甲人冤家。然后我就看伊句话咧，伊句话咧就是讲，当咱伫工作的职场，或者是伫家庭的生活中间，透过冲突，才会当去明白譬如讲，寄人篱下这款的困难，或者是讲伫工作、伫任何的团体内底所拄到的挑战，然后透过这款的争执，咱才有法度比价一变乖。但是这本日本册，咧解说这章了后一章，却是来落一个标题讲，冤家其实是上界无利益的代志。结果咱是伫无利益的代志中间去敲找智慧。各位兄弟姊妹，我相信伫这款的思考中间，扭转来到伫信仰，特别牧师要甲咱的青年朋友讲，要爱智慧，唔免冤家，因为今仔日的圣经甲咱讲，智慧是对敬畏上帝来。那安尼，为什么咱要浪费遐尼侪无意义的代志，来去求讨智慧，来去敲找智慧？真侪人，即摆的时代会发泄，因的冤家有可能通过脸书、通过赖来表达因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甚至对教会的看法。但是牧师要甲咱大家提醒，
与其浪费这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更应该要把敬畏上帝的信仰拿回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透过敬畏上帝来一起思考我们人生的智慧是什么。所以通过今仔日的青年主日，我想认捌上帝、敬畏上帝，拢是真要紧的代志。所以伫今仔日牧师甲咱大家分享的讲认捌耶和华真好，这是我的信仰告白，因为我亲身经验过上帝将我对死荫的山谷带出来，迄款的感动。我亲身感受过，这个上帝实实在在伫我的人生内底。当我对死荫的山谷行出来了后，我一直甲家己讲，这条命已经不是我的命。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若是安尼的时阵，我相信咱在座真侪遮的时代，伫恁的人生中间所经历到的，一定比牧师更加丰富。牧师嘛要邀请咱所有的时代来关心咱的青年朋友，将咱对信仰的感动，将咱对着信仰所认捌、敬畏上帝这款的价值，来成做咱对青少年的关心。如果这个信仰不是对经历上帝的恩典所来，那安尼，咱真恶直会当去思考这个信仰对咱的实际。有可能大家会开始问：那安尼，我要怎样去引带青年朋友，互因去思考这个信仰甲因的价值？牧师敢若甲大家做一个邀请，就是伫你的家庭内底，伫你家庭的生活，你面对着人甲代志的时阵，你所表现出来迄款的态度，会成做遮青年朋友学习模仿的对象。伫食饭的中间，你所讨论、所咧分享的代志，通成做你伫信仰中的表现。当你面对着困难的时，你所呈现出来迄个态度，会成做青年朋友模仿军队的一个对象。所以家庭的信仰教育，咱会当对遮来开始，互咱的青年朋友会当因为咱的家长有好的表现、好的信仰，透过安尼，互因来敬畏上帝，来认捌上帝。更较要紧的，牧师要邀请咱，我要邀请咱对青年来放手，放手互青年去做，咱负责来举手，甲因祝福甲鼓励。这个青年朋友，牧师嘛要甲恁讲，我会亲像麦克阿瑟，每一日为着恁祈祷，互恁会当伫人生的中间拄着最的经历，来认捌这个上帝是真个活的上帝。愿主来带领，互咱会当做伙伫人生的中间专心倚靠上帝，来得到永远的稳定。三个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你。阮毋是人生胜利组，因为你互阮会当伫人生中有苦难、有挫折、有失败，也因为安尼，阮更较专心来倚靠主，也因为安尼，阮更较相信天父上帝是阮的帮赞，是阮的保护，是阮的扶持。侪时阵，阮一心一意要追求成功，却是阮来忽略伫圣经的内底实在的信仰，
是通过最经历所来得到。愿主你来加做阮的帮站，嘛引带阮头前的路站。有可能阮伫现在伫死荫的山谷内底，有可能现在阮的得意快乐得跳，但是阮伫得时不得时的时，阮爱通过信仰，再一次来专心倚靠主。因为伫阮的人生中间有太侪代志阮无了解，只有伫上帝的恩典中间，阮才有法度来看见着上帝你的祝福。恳求主来保守引带，嘛带领阮淡水教会的青年朋友，互阮每一个人会当因为上帝的祝福来得到快乐，互遮的青年朋友会当认捌敬畏上帝。就是智慧的开端，引带因头前的路站，互因通过信仰来成做利益，互因通过信仰来成做人生上水、上美好的祝福。愿上帝来看顾甲引带，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